第一次出席人重鐵板燒派對，即刻入去睇下咩環境。茶單已經揾好位坐定定，近距離望住師傅準備嘢食。下盤就係新鮮沙律同埋一啲小菜。各位訓練有素嘅狗安全部都乖乖坐好，人類都非常期待。菜單還包括咗清酒放題。呢個蛋好滑好香，可惜茶蛋冇份食啊！個個小朋友聞到香噴噴嘅嘢食，都以為自己有份食啊！呢個蠔仲被櫻花蝦包圍添。呢個鐵板帶子火候啱啱好，做到外邊大點焦香。原來仲有999蛋糕，個個都有份食。人重派對太和諧啦！呢個係肉厚多汁嘅龍蝦，不能不試啊！呢個時候就到澳洲和牛啦。牛肉果然煎香咗，好食好多。尾聲仲有鐵板炒飯及椰菜，蝦湯亦都十分鮮美。成餐飯睇得由頭坐到尾，超乖啊！感謝觀看。